网络顶头直接拢有一寡利用真出名的人做的投资广告。内政部定出相关的规定，要求讲平台业者伫接到检举24点钟内，就要落价，无就会当连续来处罚。对12万开始罚咯，一届上最当罚60万。这穿蓝色衫的查甫人去银行，伊若存款簿拢传好啊，要甲内面几落百万的现金拢总领出来。我们纯粹是佛心，我们要拦阻诈骗，是怕你儿子被骗。这位60几岁的查甫人想要领这么多现金，是因为伊还阁伫咧读大学的囡仔，伫网络顶识在一位投资老师，该算背离了，讲伊有骗财分。做老爸本来想要摕280万互后生去投资加密货币，此为典型的假投资诈骗。那老翁却不相信自己受骗，说明近期诈骗的案例老翁才打消提领的念头。先有定抓到200万的现金去约束的所在要交互车手，卖货的便衣警察看到人一来随出抓，伊阁是一件投资的诈骗。另外，这位科技业的查甫人开360万，伫咧网络顶买加密货币，闹甲厝内人无欢喜，阁想要开钱去进场。两个查某囝是赶紧报警，才无互伊的损失阁再扩大。伫国内投资诈骗的情形，逐工拢有，即马政府阁再出招，要打击诈骗犯罪。投资广告有它的急迫性，那这部分呢，我们明定了下架的时效，基本上是定24小时内就要下架。那如果说遇到一些时下议题的名人，像假设最近黄仁勋又来台湾了，那相关的议题的话，可能会有限定更短的时间内要下架。伫咧网络顶有真侪假的投资广告，伫今年7月，证券投资信托加顾问法修法增订，投资广告就要实名制。内政部又阁再增订相关的要点。只要是平台业者接到检举，要伫24点钟内下架，若是无耍走，自12万开始罚，即便一旦累罚，上悬罚到6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